講到尾啦，其實即係人類都係一種即係爭鬥嘅一種嘅生物啦，跟住又引起紛爭啊，會打仗啊。我記得我以前細個咧玩過一隻 game 咧，叫做 SimCity。你當有個地方，你去建造呢個地方，打造佢成為一個超級嘅一個都市。但係咧，佢有個 option 俾你咧，就係你可以 call 外星人去即係搞彎呢個城市。我嗰陣時我玩呢個 game，我唔明點解你要有呢一個嘅選項。我而家諗翻咧，即係大個咗之後喺度諗咧，原來有陣時咧人類咧，即係嗰種嘅無知咧，互相爭鬥嘅時候咧，當有一種外力嚟嘅時候，我假設依家即係全世界打仗，假設真係有個 UFO 過嚟，有外星人到，又或者俾外星人打嘅時候，地球人先至認認真真互相一齊去合作，去諗方法點樣去生存，即係好簡單。打風啦，個啲街坊街里出晒嚟咁樣互助精神就反而就係咁樣嚟咗。原來有災難嗰陣先至會係有即係產生呢個互助精神。仲有疫情咯。係咯。